相信證書，因為咧我好多而家所謂嘅地質學家乜嘢咧，我知道大陸啲咩地質學博士啊落嚟咧就揾食咧，每個時間落嚟就話幫人鑑證出證書3000蚊一件，真真假假都俾你嘅3000蚊一件，幫你出證書。咁咧我哋見到好多嘅所謂田王咧，冇一件真嘅，佢哋幫佢出嚟係田王。咁呢樣嘢你點樣？暫時嚟講，你話真正，如果真係要話去出證書嘅咧，你買到一件田螺，我建議就最好喺大陸起碼揾2間係即係國家認可嘅鑑證行，即係出證書2個，即係你講真，你一間有關係，咁你打唔到2間㗎嘛，係嘛？你2間一齊，仲有個證書都有假㗎。證書有假，你要知道嗰樣證書係真，不過而家咧好多都係喺上網你叫佢即係如果話你建議人哋咧就買到嘅嘢，尤其是田螺，最好就係喺國內喺福州當地有兩個比較認可嘅，其實有3個嘅可以即係比較可以提供3個比較即係喺我現今認為係比較係即係功力啊同埋可信啲嘅。而家喺香港見到蘇富比啊、佳士得成日都有手山石嘅拍賣。係。其實啲買家或者賣家即係去拍賣會嗰度買賣，同去專門店嗰度買賣其實有咩分別？嗱咁樣講，蘇富比、Christie 嗰啲拍賣咧，佢基本上係舊嘢清朝嘅，係屬於古董嘅。咁而家田王咧，差唔多好似玩翡翠寶石咁樣㗎啦。佢即係不論佢年份，你去蘇富比只可以買到一啲係古董類嘅嘢。如果譬如話新嘅嘢啊、現金嘅名單，佢就未喺入邊拍賣。但係國內所有嘅拍賣我都有拍過㗎，壽山石佢都係專拍。如果我喺個買家就買咗啲靚石膠仔，我應該點樣將佢收藏保養？收藏保養其實咧就係你首先你揾個保鮮膜啊，即係嗰啲叫保鮮紙啊，保鮮紙。咁有隻叫茶飲茶嘅油，塗啲茶油，天然嘅茶油。咁有保鮮紙包住佢。如果你唔玩嗰陣時咧，就即係做啲茶油擺埋。有時咧，如果係你話拎出嚟玩咧，咁有時自己攞手捽下佢啊，好似玩肉咁樣，佢自然會溫潤嘅。擺埋佢嗰陣時就少少薄薄。咁